大丈夫質問を下すよ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ね。いいんだと思うよ。ビるよ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ね。等我。不对，3个人挤楼上是啥意思啊？5秒，差了3烟了。残り1名。开始，強っ。みんな強っ。ナイス。没事。はい。スパイク解除して。要跌落街bro，打未跳。下跌啦。我跳落嚟即係呢度條罅。さあもう一戦。危な。我可以跳咯。出ますよね。佢個約我可以跳仲有幾耐完啊？咩啊？佢個約仲有幾耐先完啊？咩佢而家 Cooler 係本身係簽咗2年嘅，但係因為佢而家係 DSE 啊嘛，即係佢由11月開始會11月開始12月左右會開始慢慢停 show，然後跟住去到1月開始就完全冇 show 噶啦。跟住考完 DSE 之後，佢個約係寫住如果有升學意願可以取消簽約。就係因為呢個而家個 producer 就一直喺度 PUA Cooler 唔想 Cooler， 唔係 Luna 走咯，一直喺度講，就好似小春咁話，就好似小春咁話就話。你唔好走啦！我真係唔想你走啊！我覺得你係真係天生做 idol 呢份料㗎，你唔好走啦！佢一直咁樣同 Luna 講咯。錯嘅，但係個問